大家好，今日呢一節，我哋會一齊深入咁睇下香港市場常見嘅一般保險產品，點分類，點運作，仲會講埋啲實際應用策略。內容會幾全面，但我會用生活化、易明嘅方式同大家講解，等大家唔只識條文，仲可以真正靈活運用。一、保險嘅基本概念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，保險產品基本上可以按保障標的分成4大類：一、人身保險，例如人身意外保險、醫療保險，係保障人嘅生命、身體或者健康；二、財產保險，保障實體物件，例如屋、車、船，例子就係火險、汽車綜合險；三、經濟權益保險，保障因經濟活動受損，例如營業中斷、忠實保證保險；四、責任保險，保障法律責任，例如僱員補償、公眾責任保險。另外，喺財產保險入面，保障方式主要有2種：指明危險保，即係保單列明咗啲咩風險，例如火災、雷擊，發生先至有得賠；全險保，全險唔代表真係乜都包，但除咗保單列明唔包嘅除外責任之外，其他意外損失一般都會包。索償時，保險公司要證明唔包，唔係你去證明點解壞。而有啲基本風險，例如戰爭、核風險、恐怖主義，通常都係標準保單除外唔包嘅。二、汽車保險。汽車保險喺香港係法例規定要買嘅，唔買唔可以上路。汽車保險，第三者風險，條例規定要保障你對第三者，例如行人、其他駕駛者，造成身亡或受傷嘅法律責任。保障類別有3種：一、第三者責任保險，最基本，保你對第三者嘅死傷或財物損失；二、第三者加火險盜竊，除咗第三者責任，仲保你架車因火燒、俾人偷嘅損失；三、綜合保險，保障最廣，仲會包自己架車本身損害部分，通常係全險形式，保費亦最貴。無索償折扣 NCD。 香港汽車保險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有冇索償折扣制度。簡單講，你一年唔 claim， 就下年保費有折扣，最多可以累積到 60%。 例如，一年冇 claim 20%折扣，5年或以上冇 claim 最高 60% 折扣。但要留意，呢個唔係唔關你事就唔影響，有時你唔係責任方，但一樣出 claim， 折扣都會受影響。另外， NCD 通常可以轉保險公司時帶埋走。常見除外責任包括事故唔喺香港發生，違反使用規定，例如私家車當的使用，戰爭、恐襲、核風險，司機酒駕或藥駕，由唔係受保司機開車。綜合保單仲會有啲額外保障，例如醫療費用、人身意外、NCD 保護、以新換舊、擋風玻璃維修、拖車服務等，令保障更加完整。三、健康保險。健康保險屬於人身保險，主要分2類：人身意外及疾病保險，例如意外死咗、殘咗或者短期傷殘；醫療保險，幫你報返因意外或疾病產生嘅醫療費。香港仲有一個重要政策叫自願醫保 VHIS， 2019年推出。VHIS 特色，保證續保至100歲，冇終身限額，有稅務扣減，每人每年上限8000元，保障未知已有病症，有等候期，包埋日間手術、CT 斜線 MRI 檢查、癌症治療、21日冷靜期。而 VHIS 有標準計劃同靈活計劃，靈活計劃保障範圍更廣更高。四、財產與責任保險。財產保險例子：火險、火災、雷擊、鍋爐爆炸；營業中斷保險，例如火燒咗廠停工，保無利損失；盜竊保險，例如商店俾人爆門偷嘢；忠實保證保險，
員工貪污斜線偷錢。保證書，保險公司做擔保人，確保你履行合同責任。責任保險例子：僱員補償、強制；產品責任，例如賣嘢去美國；專業彌償，律師、會計師； D&O 董事責任；公眾責任，例如商場、業主立案法團。要注意，責任保險有兩種索償方式：一、事故發生制 （Claims occurring） 喺保單期內發生事故就包；二、索償申報制 （Claims made） 要喺保單有效期內收到索償通知先包。五、水險，水險係歷史最悠久嘅險種之一，用詞好特別，例如共同海選，為咗救晒大家啲貨，拋咗部分貨落海，大家要按比例分擔。救助費用，成功救咗船斜線貨之後要俾救助人嘅費。推定全損，維修費貴過價值，就當全損咁賠。常見類別包括海上貨物保險，用倫敦協會條款 ICC。A 係全險， B 斜線， C 係指明危險。船殼保險，保船身、機器，通常只保75%碰撞責任。遊艇保險，私人船隻用。香港仲有法定第三者責任保險要求，視乎載客量，最低500萬元至1000萬元。總結，今日講咗咁多，其實貫穿晒所有保險產品有幾個重點：清楚分類同保障模式係打好基礎，風險評估、保單限制、除外責任係實務關鍵，法定要求，例如強制險，係推動市場嘅重要力量，監管指引保障客戶公平對待，亦係從業員要熟悉嘅部分。